大家好，我叫善榮啊。從今日開始，同大家一齊學習顏平君老師嘅奇妙心療。老師專門從事10幾年心療，成日聽到小伙伴話一句話最多嘅就係：哇！心療太神奇啦，心療太奇妙啦。咁心療奇妙喺邊度呢？點樣嘅奇妙法呢？好，我哋一齊走入今日嘅學習，我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心療嘅奇妙之處，好嗎？咁心療有邊啲神奇嘅奇妙之處呢？好，我哋簡單歸納一下，至少有3個方面。第一個方面係不治病而得健康，第二個方面呢係不教誨而開智慧，第三個方面係無為而無所不為。我哋先嚟睇第一個方面，不治病而健康。首先，我想強調，心療係不治病㗎。如果好多小伙伴們正喺疾病當中，咁你就要揾醫生去求治啦。因為心療從來係唔醫病嘅，同時亦都提醒眾多不治病而健康獲得者，你哋喺心療入邊獲得咗健康。如果你係因為心療受益於健康嘅話，千祈唔好去做治療呢方面嘅宣傳，因為心療從嚟就唔醫病。咁第二個，我想話俾大家聽，治病同健康係2個概念。就算醫好咗病，我哋都未必得到健康。某一個人生咗病之後，將病醫好咗，難道佢真係健康咗咩？唔見得。又或者下個月都會生病，亦都或者明年佢都會生病，或者以後佢都會生病。咁乜嘢係真正嘅健康呢？我哋能唔能夠唔生病，一直保有好好嘅身體狀態、生命狀態，或者咁先係真正嘅健康？咁又點樣可以獲得呢？咁心療術、心療係一種好好嘅選擇方式，唔醫病而健康。咁心療又話唔醫病，又係點樣可以獲得健康嘅呢？主要就呈現喺心療係運用古中醫嘅原理，叫上醫醫心。俗話講，心病仲需心藥醫。我哋透過醫心去除咗心病，咁佢就有助於健康。比如話某一個人呢一個係一個真實嘅案例嚟嘅。呢個人佢得咗頭痛好多年啦，用盡咗各種方法，佢嘅頭痛都係得唔到解除。中醫、西醫、針灸、按摩，甚至係求神拜佛等等都試過啦，佢嘅頭痛依然得唔到解除。嚟到心療裏邊，老師就話啦，人嘅頭喺文字當中為天啊，而天
喺生命關係當中指嘅係父母。你睇下喺你個父母關係當中，你係咪同某一個人有化唔開嘅情感創傷呢？佢就回憶話啦，佢個爸爸對佢一直係施予家暴嘅，佢係喺家暴中長大嘅。咁我就話啦，咁既然係咁，咁你不妨翻去做父親心療啊，以及做頭部心療。呢一位小伙伴非常之聽話照做，翻去呢就開啟咗父親心療，面對父親喺家暴當中嘅一幕又一幕，化解咗佢嘅心病心結。10多年嘅頭痛居然不治而愈。如果喺醫學上要獲得頭部健康，我哋要去揾醫生睇自己嘅頭。而心療入邊，我哋冇去醫頭，亦都冇採取任何嘅醫療，只係借由佢頭部嘅不適，去睇到喺生命當中曾經嘅創傷被解除咗，佢嘅頭痛居然就解除咗啦。小伙伴們，你覺得奇唔奇妙呢？咁仲有一個小伙伴，佢係肩周炎嘅，再加上佢嘅頸椎病，亦都好多年啦，非常之困擾，又去拔火罐，又去紮針灸，隨時咁，佢個頸上面都係一塊紫色，一塊青色，就係拔火罐嗰啲印啊。嗰個印即管係咁，佢嘅肩周炎、頸椎病都越嚟越嚴重，並冇徹底得到好轉。遇到咗心療，咁佢喺心療入邊，我哋係點樣化解嘅呢？當然就係唔會去醫病啦，唔會去醫佢嘅頸椎啦。我哋係點樣做嘅呢？我哋係依據佢嘅肩頸嘅狀態去睇到佢生命當中嘅負荷，借由佢嘅頸椎，我哋會睇到係咪有大量嘅壓力同埋焦慮呢？係咪喺生活當中承擔咗太多？所以呢，我哋就推薦佢去做壓力焦慮心療。係啦，就係透過壓力焦慮心療，佢喺回憶到過往壓力焦慮當中佢一幕又一幕，去直面佢呢啲內心嘅心酸，直面佢內心嘅傷痛，把佢呢啲傷痛將佢化解咗。心病仲需心藥醫啊！當內心輕鬆起嚟嘅時候，呢啲負荷亦都被放低咗，佢個肩頸自然而然不藥而愈，亦都係不治而愈咗啦。我哋係冇幫佢醫佢嘅肩頸，只係去除咗佢心病嘅心結，佢就獲得咗肩頸方面嘅健康。咁大家通過前面嗰兩個案例嘅分享講解，你知唔知道心療點解會帶嚟不治病而健康個奧秘啊？如果你亦都願意去嘗試嘅，不妨去開啟你嘅心療，深入咁去踐行。呢一節嘅上一部分就分享到呢度，多謝大家嘅收聽。